基比病医24天以来，对器官捐赠医师是有力尽量。为了缅怀透过大爱化身为天使的捐赠者，特别举办追思会，邀请器官捐赠者家属、受赠者以及病医同仁来共同参与。生命的长度也许没办法做决定，但是生命的高度跟生命的深度却是可以决定的。在我们这个生命结束那一刻，我们是可以有更多的选择。做出更有意义的事情。我知道你们在家人即将离开那一刻，要做出这样决定是非常不容易的，非常不容易的。我相信没有多少人可以完成啊，但是我想还是勇敢的做了啊。在会中，受赠者除了用手写卡片表演等形式，表达出对捐赠者的感谢。同时，捐赠者家属也上台分享生命故事。要符合器官捐赠的条件不是那么的容易。加上爸爸平常也是个热心肠的人，所以我们就是签下了那个器官捐赠的同意书，那也顺利捐赠出心脏、肾脏、肝脏、眼角膜还有血管。现在碰到我哥这样的情形，我才真正近距离的了解器官捐赠是怎么一回事，也实际参与了见证了整个流程。最后是捐了肾肝皮肤。之前我妈妈还担心说，这个捐了以后，这个大体看起来会不完整，且皮肤的地方有捐，到时候穿寿衣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问题？但是看到最后完整的大体，医护人员还是还原得很好，不会影响外观。因为他们的付出可以改善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的生命更美丽，然后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之外，最大的意义就是我们生活改善之后，我们身体就变得健康了。希望这个活动传达器官捐赠的正能量，让社会会当更关注器官捐赠议题。基比病院高达虽然已经协助5672人进行器官捐赠意愿注记，也毋过还有举办1344位病人伫等待医师，所以器官捐赠这款的行动需要大家共同来推广响应。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。